在地消息来关心，中华田中分局有一个社区的警察，和一个县长的查甫人赛车的时发生纠纷。伊着这个警察就对伫人后壁共弄世界，双方就到南投民间的时又搁相弄。提出这个县长的民众的车才贵的兵车。中华警方调查时认为讲，这个社区的警察有涉嫌公共危险罪，嘛有做出处分，该记一个大告，嘛调离即马服务的所在。那派出所的所长和分局长嘛有连坐，嘛有予处罚。 两台轿车经过这个弯路，后壁车好亲像弄到头前车，头前车弄到山壁变去，后壁车个驾驶正生气，行落来看，救护车嘛赶到现场，确认伤者的状况。 互人对弄的现场驾驶虽然会当行起咧救护车，不过规身躯真侪所在路着磕着。另外一个县区的驾驶嘛送医，两个人拢无要紧。日尾仔6点，县区的查甫人好亲像甲这个县长的查甫人发生行车纠纷，双方冤袂煞，县区的查甫人就开始一直甲惹，连续对弄对方的车，一家南投民间湾直路5改小 A， 地属县长的查甫人的车煞变去。 疑似因会车造成行车纠纷，秋兰拦车理论未果后，双方以道路追逐竞驶，多次发生碰撞后，移事故地点停下。南投警方初步了解，县区的查甫人是中华田中分局的员警。迄个时阵当要下班，县长的查甫人有毒品前科。中华警方表示，双方先伫中华二水，好亲像会车煞起冲突，好亲像讲袂出车，才开始开车烧热。行车的方向忽左又忽右，又忽而刹车，牵尾擦撞4次。 期间后方张敏突然急刹车，导致邱远刹车不及而追撞。从重何以记一大过，并调整服务地区。所长考核监督不周，何以记过1次，并调整非主管职务。分局长何以申诫2次处分。 县区员警涉嫌公共危险罪等案，中华警方快速对县区员警派出所所长加分局长连带处分，也表示专业配合南投警方依法侦办。南投警方表示，若做确认有故意烧热对弄的行为，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，也会依照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上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